乡亲啊，咱就煞来看这个中央来放宽掉学校停课的标准。高中高职以下，若有学生来确诊，伊所读的迄个班就停课10天，大专以后是停课1天到3天。啊，若全校有1/3的班级，也即是全校有10个班以上停课10天者，安尼全校才需要来大停课。结果是引发着部分的家长的烦恼甲不满，讲12岁以下囡仔无法度注预防射，这个停课的标准伤过松令，囡仔真会去喂着病毒。所以，这个彰化县、云林县甲南投县拢来宣布，歪对中央放宽的政策。啊，这个新竹县本地嘛宣布讲歪对。也毋过伫瓦岛煞熊熊大长弯，宣布讲要来配合中央。疫情愈传愈大，各地学校嘛小刷转，老师学生相话，有的学校毋若停课，甚至阁变做指挥所开会所在。毋过中央却宣布，为今仔日开始放零停课标准，高中职以下爱达到1/3，或者是10个班以上连续停课，全校才会当停课。与病毒共存呢，就是交代小朋友说。口罩戴好，勤洗手，这样子啊。希望维持就是他原来的决定，不要放宽，因为这样子我会担心说学校传播的很快，就会可能让小孩先不要去上，还是就待在家里，以安全为主啊。大部分的家长拢反对，教育部长潘文忠的人面册嘛扣骂甲无力，大家认为高中以下囡仔拢无注预防射，停课标准受过零，耐扣传染，甚至可能出现重症，爱教育部长莫真做千古罪人。家长拢真烦恼，嘛有云林县、南投县和彰化县拢宣布袂对中央的新政策行。那如果有2个人以上确诊的话，我们就全校停课10天。新县的那个张县长他这样的一个主张，我是认为非常的正确那么我们也会比照如果确诊了2班以上，我们就停课高新竹县本来嘛宣布袂安尼做，不过伫咧我中昼时改变想法，讲会配合中央。台中市是强调会调集学校教育界代表讨论了后，才决定到要放零标准。若是安怎要放零停课标准？潘文忠解说是因为进前停课标准，接着真侪家长咧骂。很多的学生并没有任何的症状就被要求要这个暂停实体的课程。这个对学生的受教权其实是非常的大，而且这个负担这个也相当多的抱怨。教育部解说，新的标准是为本来8个班级放零到10个班级，若是地方政府宣布袂对中央行，就要照规定向中央报告，经过审议才会当实施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